恶臭、荒废、登革热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些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游民都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这些里民对这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有期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那有关于外扩卖店布商22间的部分，我们也来尽速的赶工哈。然后在外扩卖店这边，我们希望争取哈，能够让外扩卖店的布商能够在明年农历过年之前，能够开始回去外扩卖店营业哈。那至于国华街3排38户的部分哈，我们也会来尽量争取哈，摊商能够来权利最大化哈，然后尽量来原地安置。但是有一个前提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我们这栋西市场的古迹之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浅草商圈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及附属建筑香蕉仓库，最早建立于明治时期，是当时南台湾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市场，也是台南市区当时的娱乐及民生用品供应中心。台南市政府文资处历时3年半，耗资将近2亿元，将这里修复完成，让这座见证台南市100年来庶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能继续留在人们的视线中。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进行街廓整体改建以及商圈活化，让更多人认识这座老台南记忆深刻的重要地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整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那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2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他们的所谓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不过这3年多来，我相信完成之后，大家应该会对整个西市场的这个历史风貌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艳。那目前我们经发局已经后续在做相关的再利用，还有有关周边环境的一个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西市场对外来开放之后可以让大家见证到一个100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迹的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8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总日巡轮到自由发言，虽然只有短短10分钟，不过议员才能界锁定体育选手的奥运奖金、基层选手的培训，到如何活化台南的桌球中心等等，积极甲市场讨论。受到疫情的影响，为帮助基层的经济，议员才能界进行透过市政总质询。建议市长向中央来争取每人5000块的纾困金。现在总算看到中央有咧演呢，才了解以最近3个月服务处接到上济တင်情，可是有未少的民众借钱来过日子。议员表示，需要帮助的人真多，希望市府会用咧苦民所苦，扩大帮助社会变恩好。5000毋是足济，但是呢，拄好急时有。急时有啊，所以民间咧甲你学了的时阵，伊讲啦，你国民党你敢去支持民进党？我讲毋是支持哦，这是有在市民啊，无咧支持。这是台南市民全国的苦民之苦。若我无去找黄市长来提这个案啊，我搁大罗天生苏贞昌是绝对袂当听我的，我知影，因为我拢伫媒体上有咧甲检讨。这无啦，所以伊较容易受气。嘉议员，你太低估自己，你影响力足大的哦。哦，感谢你的捧场。真正。哦，
所以呢，即摆纾困就对啦。迄纾困我感觉你市政府还佫做无够，市政府要遮真侪遮艰苦人也看，是，伊并无列册啊吼，伫即个列册内底迄个补助啊，无去用列入了。你手内呢，应该还佫有一寡除了重大灾害的钱以外呢，灾害准备金，你应该会当佫摕一寡出来做安那呢？希望对社会局遮扩大去帮忙困难的人。啊，当然对你来讲是毋是会依法无据？哦，这点呢，你爱去克服。你讲伫个列册内面无伫内底，对，列册内底无诶，我拜托你。接续议员谢龙介嘛，以即届的奥运好成绩，不但全民拢咧看奥运，就连政府嘛伫咧趁小刀。伊批评政府平时无关心，宜兰市就算奥运的金牌奖金，嘛甲全国运动会金牌奖金共款30万。除了要求市府爱提悬奖金以外，另外嘛关心倒球中心的未来发展，重视基层的选手培训。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接续议员王家珍的发言，对照去年5月政府的作为，甲今年疫苗混乱的欠缺，批评执政党所讲的超前部署拢是假，所以要求市长赶紧实现承诺，让市民都有国际认证的疫苗通住。议员王家珍以去年5月底，台南市应接陈时中部长对抗疫情的超前部署，对照今年5月，大家心惊惊咧对抗疫情。议员指出，上大的原因就出伫个疫苗无够，就算市长签署承诺，台南市民绝对有充足的疫苗。王家珍嘛要求市长要赶紧兑现承诺。您说要动用第2预备金，让 BNT 的辉瑞疫苗买好买满，我们对执政党有要求，难道错了吗？是啊，因为今天执政党胡言乱语的开口号，胡言乱语的承诺，9月。可以吗？因为我知道其中很多陷阱，所以我就把它加了前提嘛。通通签了嘛？那你为什么要签呢？您那么聪明绝顶，你为什么要签？10月、11月、12月，前提就是不违反政府法律嘛。接续包括议员李文俊甲詹培雅嘛，分别为劳工纾困、老人的健保补助甲生育补助来签名。议员认为，同款纾困，为何劳工甲农渔民的补助金额无同？以65岁以上的长者健保费补助，议员嘛希望会用依照无同的比例来补助，并提升咱市的生育补助。对此，市长回应会来慎重规划。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陈振东伫议会发言，讲到国教署目前所推行这场合作式教保服务中心，目前第一座由台南市所推行，将伫海岸派出所4楼来设立，但因为各单位的专业无同，造成审查时出现真侪缺失，所以议员建议应该由教育局成为单一窗口来协助。议员陈振东针对台南推动合作式教保中心来向市府讨论，目前台南市政府推动的教保中心伫咧海岸派出所的4楼来设立，但是伫咧成立进程的会勘过程中，出现设立单位主管看无问题，但是后来教育局特约科看完了，才发现现场有真侪所在需要做出改善。议员呼吁教育局，希望其他单位嘛要正式的时阵，会用共同来协助。才袂造成事倍功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第2分局这个海岸派出所呢，要继续推动台南市政府所推动的第1座职场互助式教保服务。那为什么会跟教育局长来讨教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说，我们上次在国教署有来过1次会勘之后，觉得这个场地 OK 没问题。那在方局长也非常有心的去看了这样场地 ，OK 没问题。那人事室第2分局的人事室跟我们的特幼科也有去看。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原因是因为这个场地不是没有问题，而这个场地是这个是 OK 的，没问题的场地。但是我们却发现说，在申请相关预算跟国教署申请预算的部分上，有少很多的项目，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的。一直本的就是一个专业的服务，所以呢，如果有申请的话，我也请同仁呢一定要设计一个简便的检核表，就是说这几个项目是必要的啊，他们可以自行检核。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他们要如何去做好一些必要准备？那人员的部分，只要随时他们有需要，我们随时提供咨询跟服务。
另外，议员建议市府这边要加利用科学的方式来作为裁罚的依据，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才袂互民众伫咧犯法的时阵出现争议，并且警察单位伫咧执法的时阵，会应甲违规的事实来说明清楚，安尼才会互民众清楚知影家己对一个部分违规，才袂一再因为同款的原因来受罚。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降为2级以后，全面戏院依照中央的防疫规定，8月6号嘛将重新开幕，而且开幕当天都有眼镜花大师的新册发表，也有精彩表演甲上款店家优惠。开业70周年的全美戏院推出纪念专册《大井头画海报》，严正发电影手绘扛棒亲册发表，由新锐作家王正凯为首席扛棒画师严正发来立传，记录伊50年来精彩的职人生涯。这2本书其实不仅仅就是戏院或者是师傅的历史，其实它其实是从在地出发，可是其实扣连了非常多可能世界文化、世界海报的脉络，或者是世界戏院的这个发展脉络的这个企图性，就是希望把在地的故事，然后可以连接到全球的或者是世界的这个文化脉络上。为了配合防疫政策，全美戏院关了将近3个月时间，现在已经舒缓。戏院也将伫咧8月6日重新开始营业，并结合赤坎澎湃发展协会推出看戏甲采购优惠，共同来提振经济。以全美这个基地来扩散到整个商圈的一个联合啦，这是我的希望啊，也不仅帮助戏院，也帮助整个我们附近的商圈邻居啦，所以今天当然很特别邀请市长来。都来听听我们的心声啦，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新册发表会。老师走过战后这个陪伴台湾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段历程那我想说，这个是我们都不能够也没有办法忘记的一段历史那所以说，不管是全美戏院将来会在变成另外一个变装成为另外一个文化空间，或者是这个艺文空间那不管是放电影，或者办活动，或者举办歌唱会，或者是开会这个舞台不管是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方式，但是严老师的那段的画板这个电影的看板的这个画作一直是伴随着我。8月6日当天，赤坎澎湃粉丝团也会开直播，并准备了心意满满的赤坎万成双澎湃礼包，甲观众朋友见面。赤坎澎湃发展协会欢迎大家每礼拜5中昼，拢来关注粉丝团的直播。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因为疫情，出门刮嘴暗已经成为日常。不过，如何只透过画目睭甲目牌，互你更靠精神，甚至会当家己做凝胶甲面膜来安心保养皮肤。远东科技大学的化妆品应用管理系就特别开设线上课程，家己分享。一般外界对着化妆品系拢停留伫学画水水的彩妆，但其实该系针对生物科技甲化工顶面的专业，拢会当互学生研发健康的保养品，或者是彩妆的配方。其中，远东科技大学的化妆品应用管理系伫暑假期间，就以防疫为主题，透过网络教大家若一直困伫冷气房，如何家己做凝胶甲面膜来保养皮肤。非常均匀的，那好，那已经你看这是少量的角之后，那这个增稠剂呢，到底它有没有均匀哦？它这个类似蚕丝的面膜纸呢，它是2层的，2层的呢，我们把这个同学呢戴口罩时间很久除了
防疫达到了，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同学呢，就是也可以美美的，所以系上呢，我们设计了一连串的微学分的课程哈，让同学在家也可以学习，包括了我们的面膜制作，还有凝胶的制作，美发的英文，还有口罩下呢的彩妆，让同学呢在家学习的线上课程。除了可以知识增进之外呢，也可以对同学的打扮呢，还有个人的彩妆，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课程当中，上课学生也是如何伫嘴暗挂起来，只画目睭甲目白，互你看起来的加足精神。口罩戴起来，只露这边，那露这边不画眉毛、不画眼妆，就会素素的，会不好看，会比较像大妈。那我们画了这个漂亮的眼妆 ，OK， 小心机的眼妆呢，会让自己会变得更有精神。好，除了口罩遮起来的地方，眼睛的部分呢，都还可以看得到。好，让自己更美，那也提升自己的自信。学校表示，这款的课程不只予在学生，其他的民众透过网络嘛拢开放，会当做伙来学习。咱的新闻军及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据我了解，有一种叫做膀胱过动症，其实伫临床是真接看到，无论任何年龄还是性别，都有可能发生。根据国际急尿协会指出，患者若出现急尿、高尿或者是尿失禁等症头，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提醒民众要注意。根据流行病研究，针对超过40岁民众进行调查，发现膀胱过动症的盛行率大约是16.6%，其中男性甲女性各占一半左右，而且会随着年纪而增加。伫亚洲盛行率大约是27.8%，伫咱台湾嘛有15.8%的人有膀胱过动症，患者常常有急尿、频尿，甚至有尿失禁等症状，对生活造成正大的不便。针对一个40岁以上的民众去做一个调查，我们发现说，大概有16% 左右的民众是有这个膀胱过动症。那当中男女比例的部分相当，但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它的盛行率会跟着增加。那这部分会对生活什么影响？其实膀胱过动会造成一些忧郁或者是焦虑部分会上升，会造成生活品质变差。甚至针对一些比较年纪大的族群，常常跑厕所，也会造成说就是这个跌倒还有骨折几率的一个情况发生更高。那至于说一般比较年轻的族群，这部分的话，它会影响他工作的生产力，工作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工作情况变得比较差，甚至会影响性生活这部分。那我们在要诊断这个膀胱过动症，除了刚才提到说要符合一些症状，我们还要去排除其他原因。这个可以透过一些检查，比如说尿液的分析，或者一些影像学检查，甚至一些就是尿路动力学的检查，去排除其他的原因，才能做一个诊断。针对治疗膀胱过动症，林医师指出，有保守治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方式。保守治疗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请病人调整他生活的形态，比如说减重，或者一些避免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饮料，还有咖啡因饮料，而减少这个频尿或者是急尿的一个情况。再来，我们可以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解尿部分的一个形态的改变。一般可以请病人说，就是大概把尿再憋一憋再去解，这个可以增加膀胱容量的部分，甚至可以请病人做一些骨盆底肌肉的一个训练，例如这个凯格尔运动，可以增强这个骨盆底肌肉的一个强度，来到静尿的功能。那这保守治疗，通常我们会合并一些就是药物治疗，其实药物治疗的改善效果还不错，不过这个蛮常会牵扯到一些副作用的问题，这事前都要跟病人就是卫教好。那如果这两个治疗方法都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改善，再来我们可能要考虑到手术的部分治疗。那手术可以好几种比较单纯一点，我们可以用这个膀胱内注射这个肉毒杆菌素，这病人注射完其实效果都相当不错。不过持久性的话，这问题不久，大概维持3到6个月，可能还要再注射一次再来的话，
也比较新的，比如说这个神经调节器的一个置入，也可以改善这部分问题。那最后一步如果都没办法成功，可以做一个膀胱扩大术，这往往都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奇美医学中心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林才阳表示，膀胱过动症不只会影响到生活品质，也会造成身体健康的伤害，要尽速接受检查诊断，达到上好的治疗效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一名50几岁家庭妇女虽然无食薰、无啉酒，不过因为慢性咳嗽，一直到详细评估，竟然证实有所在粒的原发性肺癌。医生表示，虽然该病例真特殊，不过原因不明的肺癌却有增加比例。癌症是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一。根据奇美医学中心胸腔外科医师苏英杰最近3档的手术统计发现，在106位肺癌确诊病人当中，竟然有1/4是多发性加双边肺癌的病灶的病人。虽然多发性肺癌的病人无多 ，X 光检查的诊断率嘛真低，不过最近却发现一名妇女竟然双边有10外粒的低密度肺结节，而且拢是早期的肺癌。在临床行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说，这种微小肺癌它出现的多发的比例其实还蛮高的，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肺癌就是长一颗啊，然后它慢慢大这样子哈。但是在我们这3年的统计当中，我们发觉说其实在这种微小肺癌当中，有超过1颗的2颗以上的，这比例有到达25% 以上。那大部分当然都是2颗比较多了哈，但是其实3颗、4颗的也是蛮多的。那这次刚好是在今年有一个机会刚好遇到一个病人，他蛮特殊，他本身有10颗的肺结节，那因为都还蛮周边的，所以当时我们先做了一边的手术，把它取了一部分下来那发觉说，这几颗全部都是。而且他们在病理报告上面呈现的，并不是说一个转移的状况，而是都分别各自长出来的。那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把另外一侧也开了手术，也把它取下来，发觉说全部都是肺腺癌。透过 X 光加低剂量电脑断层的比较，虽然外国证实低剂量电脑断层对重度食薰的族群进行是有效的，不过国内对不是高风险群，也无有够的证据来显示体检是不是有效。对此，奇美医学中心苏英杰医师提醒，如果民众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把握40岁以上，上好每2-3档做一届自费的健康检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有时乌阴，阵雨，今日是微好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9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4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